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以赛亚书41章第8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。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。先知以雅各来代表以色列人，因为雅各的名字最后改成为以色列。不但如此，先知以赛亚又将亚伯拉罕定位是上帝的朋友。先知特别提到，上帝的应许必然会实现，上帝不会舍弃选民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以赛亚书41章第8节到第10节这样提到，但是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子民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从天涯海角把你带来，我从遥远的角落呼唤你。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没有遗弃你。我拣选了你，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要使你坚强，要帮助你，我要保护你，拯救你。先知这样说的原因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对上帝开始产生了怀疑，好像上帝就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以及诺言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也提到相同的问题，他有提到应许。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13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我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已经落空，因为以色列人不都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都是他的真儿女。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，唯有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子孙。这就是说，从自然的生育过程当中所生的，并非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唯有从上帝的应许所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这样说的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要回来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不但这样子，利百加的2个儿子都是从同一个父亲，就是我们的祖先以撒所生。然而，为了要表示他确实根据自己的旨意拣选了其中一个儿子，上帝对利百加说，那大儿子要服侍小儿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没有出生，还没有行善或作恶，可见上帝的拣选是出于自己的旨意，跟他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像圣经所说，我爱雅各胜过爱以扫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上帝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。愿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，你知道我的内心，你夜里来查看我，你彻底考验了我，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。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倚靠你，就能躲避仇敌。求你保护我，像保护自己的眼睛，让我躲藏在你的翅膀下，因为我正直得以朝见你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
感谢上帝应许赐下救恩，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特别是在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也不失盼望，因为上帝的应许必然实践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